三山四水嘅秀美山水，你見過未呢？呢度有3000奇峰直插雲霄嘅畫面，仲有精彩嘅民族風情同埋市井煙火氣。呢度就係湖南。而家我哋抵達長沙，正式展開呢趟奇妙嘅燒傷之旅。零食王國係健力士認證嘅全球最大零食店，你會先經過一條沉浸式嘅零食隧道，入邊會見到好多巨型嘅零食牆，仲會揾到好多特別版嘅零食添。你仲可以喺由7萬幾支棒棒糖砌成嘅巨型周杰倫範特西糖果場度打卡添啊！另一必去嘅景點就係文和友啦，呢度複製咗80年代嘅老長沙街景。你可以坐小纜車穿梭喺復古微濃嘅霓虹燈牌之間，隨手影都係復古大片啊！跟住獨立寒秋、相干不去嘅詩意，我哋嚟到骨子洲頭，你可以遠眺青年毛澤東嘅巨型雕像，之後餓地就可以去波子街掃街，食勻長沙嘅地道小食，再去埋長沙潮流地標 IFS 國金中心打卡天袋嘅 Clouds 公仔。大家又知唔知電影《阿凡達》入邊嗰啲懸浮山靈感其實係源自袁家界噶？今次我哋嚟到張家界國家森林公園，就可以親眼睇下《阿凡達》入邊同款嘅石英砂岩。嚟到呢度當然要坐觀光電梯白龍電梯啦。喺電梯上升嘅時候，記得要欣賞一下玻璃外面嘅楓林奇觀啊！一出電梯就係乾坤柱，亦即係阿凡達入邊哈利路亞山嘅靈感原型。當然你仲可以去行下天下第一橋同埋迷雲台啦。另外我哋仲會帶你去埋天子山睇下奇石林，企喺雲清岩風景台上面望過去，個景真係好靚好震撼噶。嚟到天門山國家森林公園，我哋就會搭全世界最長嘅高山纜車上山，喺呢度仲可以睇到世界最高海拔嘅天然溶洞天門洞。如果你中意挑戰嘅話，玻璃棧道呢就絕對啱晒你啦。仲會帶你暢遊4A 級土家風情園，行上南華橋，乘過鳳凰古城盡收眼底。喺呢度你可以一路行一路欣賞下古色古香嘅苗族建築，而芙蓉鎮呢就被譽為掛喺瀑布上面嘅千年古鎮，真係靚到好似幅山水畫咁噶。喺餐食方面，可以去現長沙試下8年正宗嘅湘菜。現長沙，長沙更有湖南特色的湘菜酒樓。一街好事年年好運來，再接右邊的橫幅，二街年年有餘送吉祥，三街關路財路，路路暢通。品嘗一下非遺手藝嘅湖湘味道。另外你仲可以試下苗黃宴，開席前苗族姑娘會拎住啲陶酒壺唱歌，唱住歌逐位斟酒，寓意賓客健康長壽。住宿方面呢，我哋會喺長沙入住輕奢雅致嘅國際級酒店，絕對瞓得舒服又安心噶。第二朝瞓醒仲有精緻早餐食添，而去到張家界呢，就仲會連續住3晚國際品牌嘅酒店添。如果你都想咁樣玩長沙同埋張家界，就快啲嚟美麗華旅遊報名啦！